后来乡亲啊，这个台南的西港商圈迎接到农历的过年，特别规划年货大街，这个月22号到23号要来开幕。公所甲商圈特别来举办着宣传的记者会，市长王伟霆嘛到场来赞声。旧历年要到啊，真侪乡亲拢会到年货大街去买物件。西港商圈为了互民众会使买到当地出名的伴手礼，今年将伫22、23两天举办年货大街，并且以3大同堂为主题，规划各项的活动。那在西港呢，我们已经有精心挑选过几个非常好的这个优良店家来让大家可以来选购。这摆年货大街除了有伴手礼、甲过关等等内容以外，商圈嘛特别规划主线餐会，好让些民众嘛使感受到过年的气氛。请中破塞在地的中破塞去煮一些料理，然后让在地的一些弱势团体，然后在23号的晚上，然后让他们去吃的这样的一个办桌料理。西港商圈所举办的年货大街，嘛安排丰富活动，要互民众伫过年前带出来老大人甲囡仔做伙来踅街，留下美好的回忆。